台南市警察局第4分局长王子雄有一届透过友联赛主会第35届会长杨春娥，知影台南市脊髓损伤者协会护控巴士脑具考量到安全性以及便利性，想要换一台新的护控巴士。协会虽然自筹大约80万，但油源不足。对此，王子雄特别去拜访罗友咧，希望会当帮助到脊髓损伤的朋友。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今年咧一个社区警政再出发方案，我们会掌握社区动态，主动关爱社区，营造紧邻和谐。所以我们在做社区服务的时候，做社区警政的时候啊，我们会请同仁去做，那分局长在做。那所以今年初啊，很多机会啊，跟我们天后宫的主委，也是我们圣恩佛主会会长卢会长在讲这些事情。那会长直直甲我交代，我副局长啊，咱警察同事吼，才认真在各角落，一定真侪做事团体，那需要关怀的对象，啊，总有需要。甲会长报告，因为会长哦，定定受到哦合作的指示，新闻合作会都要做这好代志。罗友咧表示，成立40多档的新闻合作会，一直以来拢遵照观音合作的旨意，全体会员拢时时咧做善事，也希望透过技术的活动，和社会更加和谐。阮新闻合作会吼，40几档来成立吼，伫初成立的时候吼，就是遵守合作的这个旨意。一定要出来做这个对这个社会啊公益的代志吼，爱去进行去推动。啊，这届呢，拄啊，若听到迄个副局长、第4分局副局长、副局长有咧讲，迄个咱迄个脊髓迄个协会吼，已经迄台迄个副干巴士已经老旧啦，啊，无个换袂使。啊，咱也知影，这个残障的这脊髓的人吼，这个咧。迄个坐车坐足袂方便，啊，若有专属家己的车咧接送咧创啥需要，会增加互因咧做代志会更较顺利安尼。啊，所以吼，我第一个时间我就讲了，阮这就是阮新闻合作会吼，合作旨意的这个爱做的代志吼。啊，所以阮捐一个50万吼，啊，大家来做一个带头吼，啊，希望吼大家即个善心团体含迄个善心的人士吼，会当共同来参与。关键也是这天，第4分局长王子雄、社会局副局长叶志明、市员罗坤福、李启伟、安平开台天后宫总干事林国明、警察指挥会安平办事处主任王富明也出席现场，共同见证。新闻合作会会长罗友咧也希望透过技术活动抛砖引玉，号召更多人关心弱势团体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